花香味，手头记切才欢喜伫饮食。溪水美草无青翠水搁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条路，向远天边大自啊。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今日是耶利米书第43讲的讲塔。今日早起，咱要来请庐山长老，和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听堂的阿爸父上帝，主，阮感谢你。伫清早，主你的澎开，就吸引了阮的心来归向你。伫清早，阮就向你来拜列即个头芳的祭，就是用读经祈祷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听堂。阮感谢主，你互阮昨暗暝拢有真好的休困。透早，阮就要用你的话来充满阮今日，互阮今日真做阮今日阮的快乐，真做阮今日阮的活力。愿主上帝你的话语，真做也真做每一个人的帮助，互阮每一个人拢透过今日这主你圣经的教示，互阮的心灵得到真好的透放，也得到真好的回应，也得到真好的安慰甲激励。阮恭敬要来读经祈祷的大声，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多谢。咱通过耶利米书，咱当对照即个世界的历史，知影即个耶利米所踮的即个时代，其实嘛是世界在动乱的时。特别是伫主前第6世纪，即个巴比伦兴起，然后一直来扩张因的即个国家的权势，甚至要向即个中亚、向非洲来去就是粉红啊，写即个巴比伦啊，从两河流域，然后来到巴勒斯坦，一直要落到伫埃及。那照即个历史，上来看巴比伦上远，有占到伫即个埃及的所在，到即个西奈半岛，一直到伫即个小亚细亚的所在，还未到伫非洲，还未到伫欧洲啊。总是巴比伦伊爬落来，这是从进前即个叙利亚，就是即个亚兰国，对即个亚兰人的因的即个基础，继续照因的即个路线去侵占外国其他的国家，总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即个尾也是即个波斯帝国国兴起，所以波斯帝国真做头一个变做是欧亚非因为来到伫即个希腊半岛的顶端，所以变做头一个历史上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即个帝国，嘛是伫即个巴比伦帝国是用即个巴比伦所爬落来即个基础，然后佫是即个希腊帝国总是这是伫咱读第一历史时，咱看到上帝对即段历史世界局势遮个预言。咱看见耶利米伫国家受灭了后，伊伫遮个造物的中间，国家真正无有王，无有政府，然后无有遮个领导者，就遮个各路的英雄好汉拢种出来。咱经看到即个基代利做省长，但是无做偌久，可能只有几个月就去互暗杀，去互刣死。然后伊什玛利即个军官是王的后裔，伊嘛要带一群人，要带因去投靠亚门。然后佫换第三就是约哈南，伊就佫起来从遮去伊什玛利带走人，甲因抢转来。但是呢，伊嘛无要留踮犹大，伊真惊巴比伦人佫转来，所以伊要带因去到伫埃及。总是伊要带队去埃及进前呢，因佫真计好，来问
这亚利米讲，请你来替我问上帝，这是咱昨读的42章，那照上帝讲的，上帝安怎讲，阮就安怎来遵守，因为安尼才当得到福气。但是10天以后，上帝通过亚利米甲因的回答，就是真清楚，恁只有留踮遮，才会当得到安全平安。若是要去到伫埃及，安尼绝对会带来饥荒、刀剑、战争、瘟疫，是带到家己的灭亡啊！上帝讲啊真明白，但是呢，今日43章落去呢，就是这百姓呢，因煞拒绝亚利米的预言，就是拒绝上帝和因的话，甚至因就真正去到埃及，还绑架耶利米啊，将亚利米甲亚利米的这个谈判巴略、巴鲁拢甲带去到伫埃及。总是伫迄个所在，对43章第80到45章，就是亚利米最后去到伫埃及，以及上帝最后通过亚利米，咱看到耶利米最后的身影就是停留在44章啊。上帝预言，这个埃及将来会去征服，会去强国来吞占哦。除了巴比伦，后面还有波斯，还有希腊，还有罗马，真多。总是上帝拢已经有做这预言。咱就来看今日要读的这段圣经节了。咱等时来听庐山长老传咱来读这个亚利米书第43章，请对第1节来读到第7节1到7节。43章第1节，亚利米对人民传达上主。因的上帝差派伊讲一切话，讲说何沙雅的囝阿撒利雅、加利亚的囝约哈兰，甲所有骄傲的人，就对亚利米讲：你讲白贼，上主，咱的上帝无差派你讲，恁袂用得去埃及寄居伫遐。是尼利亚的囝巴略，再容你反对阮。要将阮交予巴比伦的军队，互因甲阮杀死，也是甲阮掠去巴比伦。加利亚的囝约哈兰所有的军官以及全体民众，毋听上主的话，无要住伫犹大地。加利亚的囝约哈兰甲所有的军官颠倒将犹大所有剩落来的人，就是对逐国倒转来。住伫犹大地遐的人，包括查甫人、查某人、囡仔、王的查某囝，甲侍卫长尼布撒拉达交代予沙番的孙阿希干的囝基代利管理的人，以及先知亚利米甲尼利亚的囝巴略，拢做伙带去埃及，到伫达比勒。约哈兰甲伊一部下无听探上主的话。这下，跟在约哈兰，因听到上帝和因的信息了后，讲说，这个约哈兰甲所有骄傲的人，伫遮圣经是这个现代台语是讲骄傲，现代中文是讲傲慢，好本。讲狂傲，这人就是讲，因对上帝话根本就是无要接受，无要听，甚至佫反咬耶利米一口，讲你讲白贼，上主，咱的上帝无差派你讲，你袂用得去埃及寄居伫遐，上帝无安尼讲，因为说真话的人，就是去用头一个吊起来处理的人所以亚利米。已经真惯势，自伊18岁，做先知服侍40年到60岁，到即摆国家拢灭掉，伊讲真诶话，无人甲伊，因为伊讲真诶话，就甲伊拍破甲伊刀下，颠倒伊大概讲真诶话时阵，真侪摆，就是安尼去用人欺负，连伊诶兄哥、伊诶老爸、伊诶亲人、伊诶同事，拢讨厌伊，所以。伊个冠上罪名个反咬一口，讲个亚利米，然后个叫是讲是尼尼亚的囝巴略这个巴路呢，咱进前第32章，加36章，就看到伊出现了32章，就是上帝爱亚利米去买一块地，迄块地甲伊封起来，然后就找一个见证人，就是巴路36章就是。将上帝爱亚利米将伊所传讲的写落来，然后
爱摕去念互人听，吼，啊，迄个抄的书记就是这个巴录啊，好，即马43章，好，这个巴录呢，好，第三个身份，哦，是讲巴录是伊的军师啊，是亚利米的军师，使人咧反对阮，将阮交互巴比伦的军队。互因甲阮抬死，还是甲阮掠去巴比伦。所以咱看到即群人行来行去，最后也是咧行巴比伦。所以反正只要互因留踮即个所在，互巴比伦，因有机会看到巴比伦人，拢是因足惊吓。所以因就是怪亚利米嘛，怪巴录。所以约哈兰，所有军官。个全体民众，拢唔听上主的话，即句话，拄好甲42章，头前做一个对照，就是遮上42章第一节最详细到上大，对市井小民到贵族，也是村的遮官员军官，拄好拢是共一批的人，一开始佮讲，请恁替阮祈祷，愿上帝指示阮应当行的路，应当做的代志，讲到安尼，但是即摆呢，反倒来对因咧受气，即嘛互咱看到亲像耶稣，伫即个耶路撒冷，要即个受难主，要进入耶路撒冷城时阵，大家就和散那，大笔的囝是应当学落的。但是无到一礼拜，几工了后就定义是日记，安尼来甲伊害死。第50，约哈兰，因甲村内人，就是村家的人，包括查甫人、查某人、囡仔、王的查某囝，是会长，所交代即个基代理管理的人，是会长是尼布撒拉达，搁有啥呢？搁有先知亚利米，搁有巴录，第7章。拢做伙带去埃及达比勒，约哈兰甲伊的部下拢无听上主的话。这达比勒是伫什么所在？其实就是到了尼罗河境内啊，就是已经过这个西奈半岛来到埃及的所在。因为埃及这算埃及的这个防卫线，因只要来到这所在才算安全。那是伫这个西奈半岛佫无安全，因为因足惊巴比伦一直攻打落来。但是埃及因有靠山，他们有这个，咱看古早迄个时代都主要是靠河啦，所以遮有一条尼罗河，巴比伦因有这个两河流域，所以因有遮的水，有遮的资源，因的国家就强盛起来，但是伫中这个所在，这个约旦河呢，已经向巴比伦来占据。所以因只会当避到达比尼这个所在，继续伫遮苟且偷生，会当换到平安咯。好，煞只第8章，到最后的第13章，要请庐山长老传咱来读。庐山长老，好，第8章，伫达比勒上主对亚利米讲：你就伫犹大人的面前。摕几粒大石头，伫达比勒的法老王宫门口铺石路，用灰土甲因抬起来，然后甲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要派人去甲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来，将伊的王安伫遐个石头顶面，伊要伫迄顶面搭伊。青影的布边，伊要来攻打埃及地，注定死的会死，注定受掠的会受掠，注定死伫倒会互人杀死。我要烧埃及的神庙，巴比伦王要甲埃及逐项抢了了，亲像木者得甲外袍的杀母搬迁去，搁甲遐个神像拢摕去。然后无受阻挡离开埃及，伊一定会讲嘴，埃及太阳神庙会跳上，放火烧埃及的神庙。多谢。对于第8章，就是亚利米真正甲巴录，甲即群人拄则第7章讲遮的人，拢总来到伫埃及啦，因就到达比勒，就进入即个达比勒，就来到伫即个埃及的即个地盘的所在。总是伫迄个所在，上帝佫对亚利米来讲话，讲啥物话呢？讲
叫亚利米就伫犹太人的面前摕几粒大粒石头，伫大比列的法老王宫的门口的铺石仔路，用灰土甲伊抬起来。这个王宫呢，乃伫达比利，这应该是他的行宫，不是伊的这个正式的王宫，所以是这个法老的行宫。为什么要用大石头？甲这个灰泥，囥伫这个王宫门前广场的灰泥下呢？因为上主讲，上帝讲伊要派人，就是伊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佮甲伊带来到伫埃及这个所在。意思讲，因非常的惊吓巴比伦，因想要走去埃及入，但是上帝会佮将巴比伦王甲伊叫来，甚至带来伫埃及，然后将这个法老的王位，这个巴比伦王的王位呢，就伊会安伫遐石头顶面啦，就是会在这个王宫的上面，伊要伫迄顶面搭伊车影的布边啊。就是他的皇家的帐幕，所以就是他的地盘会落脚在这个所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要来攻打埃及地，注定死的为死，所以加上注定的，就是约哈兰，这个村的这个人民，因本来是逃过一劫，因就要走出上帝计划中间毁灭耶路撒冷，还是收掠去巴比伦，因拢无爱去，好像先知约拿一直走，但是最后因安怎走呢，也是逃不出上帝的计划，注定受掠就会受掠。注定死伫倒位的人会互人抬死，就是意思讲，因安怎靠家己的气力，靠家己的这个智慧参名，但是最后拢是伫上帝的计划中间。上帝讲伊要烧埃及的神庙，巴比伦王会甲埃及逐项抢了，亲像牧者，这个牧者是指牧羊人，但伊得着外袍的纱布换清气。就是他抖他的外袍，意思是讲，要安尼，伊要这个巴比伦王，要来占领这个埃及呢，是轻而易举，伫这个和合本，是写讲，好像牧人披上外衣啊，从那里安然离去，披上外衣，但是现代中文译本跟现代台语，是用这个艺术，讲，将这个。袍上的除去衣服上的跳蚤，所以这一节呢，跟这个和本的翻译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意思呢，都是采用，就是讲，将这个外袍上面的衣服这样拿起来抖的意思，所以，不管是安怎呢，就是巴比伦伊来占领，然后无受阻挡来离开埃及啊，得胜而归啊，安然而去。13:11，这个就是巴比伦王一定会讲出埃及太阳神庙的挑上放火烧埃及的神庙啊。这个代志有发生无？咱若对亚利米书过几工了后，读46章的时阵，就看到亚利米进前啊，这不是尾啊，是进前对埃及所讲的这个语言。但是这个是第一次埃及伫这个加基米斯战役当中的受挫，迄阵就已经讲到埃及的语言，埃及的军兵会逃走，然后第46章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埃及13章的所在，伊会去到伫达比尼、伫孟菲斯，伫迄个所在，然后伊会笑讲。埃及法老伊的绰号叫做下面呢，给埃及王取一个绰号，叫他坐失良机的吹牛王啊。当然会晓讲大声话啊，这是咱到过两天以后就读到这个46章的所在，咱都过来看到。事实上，伫这个主前的568年到567年，巴比伦的军队就来侵入这个埃及，所以甲这个犹太这个国家灭掉，只有差8年以后，就是8年之后，所以这群人，意思讲这群人，因想要逃走，但是呢，走无路，7、8年以后，因就去互上帝搁抓着，搁交伫上帝手。但是这届呢，本来可能无必要上帝修理甲真忝，但是这届因特别是
背叛上帝话，吼，咱有讲无门无代志，吼，进门以后就变成为自己的网罗啊，吼，所以绝对是叫上帝修理更较忝，更较厉害，而且呢，伫即个所在是第7节的所在啊，讲约哈兰甲伊的部下无听趁上主的话啊。这个话的原文是声音啊，声音。上帝已经讲到清清楚楚，送到因的耳孔，但是因竟然拢无要来听，所以互咱看到这群人，其实也很像咱，也是亲像罪人，好像亲像这种罪人的心态，就是想要听真话，就是就想要听人对人讲实在话，但是又没有信心，没有勇气接受听真话的勇气啊。就是自己催眠，催眠自己啊，用一寡好听的话，不去面对事实，无要去面对这个挑战，只有鸵鸟的心态，将这个头拢戴伫涂骹，都是眼不见为净啊。咱看到这个约翰南，这群人本来是英雄呢，因为伊去救这个叫以实玛利抢回来抢起的人，掠走的人要去投靠亚门。即摆伊看到哇，这个约翰南来啊，大家拢拍破啊，就欢喜的。这是41章。但是呢，即摆约翰南英雄变做是狗熊啊，这嘛是新眼光收下来。英雄变做是狗熊，所以即摆真正走投无路，所以失去了成为英雄的机会。互咱看到好像4世纪在史书同款，一个起来拢是英雄。但是最后一个下台时都变做狗熊，那么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靠上帝忠心到落尾，不用当狗熊，也不用成为英雄，就是让上帝成为上帝，照上帝旨意来行，咱做上帝好的管家。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庐山长老传来读今这段圣经，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今日是11月头一个主日，也是要领受圣餐的时。主啊，阮感谢你为阮备办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总是耶稣来到世间，真侪人无接纳伊耶稣来讲上帝的话，传天国的福音真理，总是也受到人的混淆甲阻挡。主啊，阮教导阮着爱有智慧，做耶稣的核心。互阮知影安怎伫即个罪恶的世代中间，安怎样来见证上帝你所要计划将来的事，也引带阮行伫即条永远活的路，无走去到伫即个埃及即个世界挖靠世界，是来挖靠上帝。也愿主祝福阮今日一切所做所敬拜，阮所伫主面前。分别做神，让咱得到上帝你的感动，也享受阮有平安的家园，互阮伫天气变化中间，保守阮的心灵勇壮。特别也为着也伫病院大院遮兄弟姊妹，求上帝看顾遮兄弟，大家拢会当平安，会当身体得到上帝顾守。阮安尼献上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